趙生唔該。我係。我睇到你招聘廣告啊，請問係咪仲請人㗎？請人？係啊，你夠唔夠18歲㗎？過咗㗎啦。係咪唔使工作經驗㗎？工作經驗唔使㗎啦，最緊夠醒目，由我睇住得㗎啦。係啊，你諗住揾幾多啊？想？梗係越多越好啦。咁3000蚊夠未啊？唔夠做多單。咁我要做啲咩㗎？好簡單啫。嗱，你係代我去財務公司借錢，有關文件咧，我會搞掂晒㗎啦。事成之後3-7分帳，我7你3。借1萬你有3000，借2萬嘅你咪有6000咯。咁簡單有冇問題㗎？嗱，我唔方便咧，先係請你嘅啫。你唔得咧，我揾個第二個。唔使諗多啦，一陣間揾幾千蚊喎。咁我幾時開工啊？就今日下晝啦。嗱，你先俾咗你個名同埋 ID 卡 number 俾我先。我中文名係喂，胡朗謙啊。我係啊。喂，唔使聽啦，趙生啊。東嶺路啊，唔該。叫你謙冇問題啊。冇問題。趙生，我陣間要點做啊？嗱，你先喺2張單上面睇下資料啱唔啱先。係啦，你個存折同埋身份證有冇帶嚟啊？有啊，帶咗。喺度。嗱，如果睇個勢啱冇問題嘅啦，趁你帶齊啲資料同文件，過對面間財務公司度借1萬蚊。嗱，呢幾實啦，因為呢間公司嘅文員月入8000蚊。咁咪即係呃人？怕唔怕問題㗎？咁唔係點借錢啊？我可以神仙㗎啦，呢間公司係假嘅，你個住址證明又係假嘅，況且啊，轉眼間賺3000蚊喎，你知㗎啦嘛？唔該。